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初9，咱做伙来读列王记下卷第18章到第21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8章，当以拉的囝以色列王何西阿第3年，亚哈斯的囝以西家开始做犹大王。伊即位的时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比亚，是撒加利亚的查某囝。以西家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照伊的祖先代笔一切的所做。伊废除沙头坛，毁坏石条，撤阿瑟拉的条像，拍碎摩西做的铜蛇。因为迄时以色列人要对铜蛇烧香，叫伊做尼呼斯丹。以西家倚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伫以前甲以后的犹大列王，无人会当甲伊比。以西家对上主忠诚，无离开伊，接受上主所命令摩西的诫命。上主甲伊同在，伊无论去倒位，所做的拢顺利。伊背叛亚述王，无搁服侍伊。伊拍败非利士人，直到加萨甲四围的地区，对干达有守望台的庄舍，到有堡垒的城。以西家王第4年，就是以拉的囝以色列王何西阿第7年。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攻撒玛利亚，到第3年年尾，就是以西家第6年。以色列王何西阿第9年，撒玛利亚受攻破，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掠去亚述，互因住伫哈勒、歌散地区的合卜地河边，以及米底亚人的城，因为因毋听从上主因的上帝话，违背伊的约。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因的，因毋听从，毋遵守。以西家王第14年，亚述王先拿吉利上来攻击犹大所有坚固的城，佮甲因占领。犹大王以西家派人去拉结见亚述王，讲：我有得罪你，求你撤军离开我。你无论要求什么，我拢答应。对安尼，亚述王罚犹大王以西家银10000公斤，金1000公斤。以西家就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银拢互伊。以西家阁将上主圣殿门顶的金，甲伊家己包伫条顶的金拔落来，交互亚述王。亚述王对拉结派元帅、将军甲总司令带大军去耶路撒冷以西家王遐。因上来到耶路撒冷，徛伫上池的水沟边，伫票布场的大路遐。因大声叫王，就迄个家的囝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舍贝纳以及阿萨的囝史官约阿出来见因。总司令对因讲：去甲以西家讲，亚述大王安尼讲，你咧靠势什么？你想讲有策略甲军力，其实是碰风的话。到底你是靠啥人？竟然敢反叛我？你所倚靠的埃及是一支长去的罗德仔管，人若靠伊，手会互伊插入去。所有倚靠埃及王法老的人，拢会安尼。你若对我讲，阮倚靠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以西家敢毋是有废除上帝的山头坛甲祭坛，佮甲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讲，
恁一定着伫耶路撒冷即个祭坛敬拜。当来到我的主人亚述王小书，我互恁2000只马。恁敢有法度找够野的人通骑？若无法度，恁哪会当打败我的主上势一个部下？恁敢要搁挖靠埃及的战车甲马兵？现在我来攻击毁灭这个所在，敢毋是上主的旨意？上主亲身甲我讲，上去攻取这块土地，甲伊毁灭。迄个甲的囝伊利亚敬、谢便那、甲约阿对总司令讲，请用阿兰话对你的仆人讲，阮听有，请毋通用希伯来话讲，惊了互城墙顶的人民听到。总司令对因讲，恁想讲阮主人找我讲这话，只有要互恁甲恁的国王听是无？毋是，我嘛要讲互城墙顶的人听，因甲恁同款着食家己的粪，啉家己的尿。总司令阁徛起来，大声用希伯来话发讲，着听亚述大王的话。王安尼讲，毋通互希西家骗去，因为伊袂当救恁脱离我的手。伊叫恁信靠上主，讲上主一定会救咱。这个城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，毋通听希西家的话。亚述王安尼讲，甲我讲好，出来投降，安尼恁逐个人就会当食家己种的葡萄甲无花果，啉恁家己的井水。等候我带恁到一个所在，亲像恁的土地，有五谷甲新酒，有米粮甲葡萄园，有橄榄油甲蜜，互恁活当岁收，毋通互希西家骗去。伊讲，上主一定会救咱，恁毋通听伊的话。万国的占神明，倒一个捌救伊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？哈马甲阿尼伯的神明伫倒位？设法瓦因、希那、伊瓦的神明伫倒位？因敢有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？这个国家的神明有倒一个捌对我的手救出伊家己的国家？安尼，上主哪会当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头？毋过人民拢静静，无因半句话，因为希西家王有甲因吩咐，毋通因伊。彼时，希西家的囝，宫廷总管伊利亚敬、书记谢便那甲阿萨的囝，史官约阿，拢拆离因的衫，对希西家报告亚述的总司令甲因讲的话。第19章，希西家王一个听到因的报告，就拆离伊的衫，穿麻衫，入去上主的殿。伊派宫廷总管伊利亚敬、书记谢便那甲资深的祭司拢穿麻衫，去见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。因甲以赛亚讲，希西家安尼讲，今仔日是患难的日，是受责罚凌辱的日，亲像囡仔要出世，毋过无力甲生出来。亚述王有派伊的部下总司令来亵渎永活的上帝，检测上主你的上帝有听到，为处罚讲这话的人，所以着替留伫这的人祈祷。希西家王的大臣来见以赛亚的时，以赛亚对因讲：恁着安尼甲恁的主人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毋通因为恁所听到亚述王的部下
对我诶诽谤来惊吓，看咧，我要扰乱伊诶心，互伊听着风声，倒去家己诶国家。我要互伊伫遐互人杀死。总司令听着亚述王已经离开拉结，去攻击林拿，就出发去林拿甲王会合。亚述王听见以色比亚王第哈加要来攻击因，就派使者去见希西家吩咐因，对犹大王希西家讲，毋通互恁所倚靠的上帝骗去，讲耶路撒冷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头。恁一定有听到亚述诸王对列国所做的代志，因甲列国拢遭灭，恁敢有法度避免？我的祖先毁灭的国家，高线、哈兰、列色，以及住伫提拉萨的别伊甸人，因的神明敢有解救因？哈马的王、阿尼巴的王、西法瓦因城的王、希那甲伊瓦的王伫倒位？希西家对使者的手接着批，读了后上去上主的圣殿，伫上主的面前将批剃开。希西家上主祈祷讲：坐伫天使基路伯顶面的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，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上帝，你创造天甲地。上主啊，求你耳康听，开你的目睭看，求你听先记你找使者来讲一切亵渎你活活上帝的话。上主啊，亚述诸王确实有互列国甲因的土地拢荒废，甲因的神明拢迄土火烧灭。其实遐个毋是神，不过是人的手用茶用石做的。但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救阮脱离伊的手，互地上万国拢会知，只有你上主是上帝。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找人去见希西家，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因为亚述王先拿基立的事对我祈祷，我有听见。关系先拿基立，我上主安尼讲：在小女色安看见你，天笑你，少女耶路撒冷对你摇头。你在侮辱啥人，亵渎啥人？你在对啥人大声？你在对啥人骄傲？甲伊看袂上捌。其实你是在无视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你有通过你的使者无万主，你讲我使真侪战车爬上关山，去到黎巴嫩上悬的山尖。我伫遐插上悬的白香树，插上好的橡树。我爬到上悬的山尖，进入上茂盛的树木。我伫外邦乌井啉因的水，我嘛用脚踏埃及所有的河流，立甲河流拢打去。恁敢毋捌听见？真早我做即个计划，古早就决定，但已经实现，就是你互坚固的城堡拢倒坏，变做荒坡石堆，遐个居民拢无力，因惊吓见笑，因亲像野地的草，幼嫩的影，厝尾顶的草，还未大丛就打去。你住倒位，日出日入，你对我的生气，我拢知，因为你有对我发生气。我有听到你自古的话，我要用钩仔交你的鼻，用马甲姜挂伫你的嘴，互你对来迄条路倒转去。希西家，这要互你做记号，
今年、明年，你拢会食野生的物。第三年，恁会野种收成，栽种葡萄，食所结的果子。犹大家逃脱所剩的子民，会亲像一物，下面定军，顶面结果子。对耶路撒冷要有剩落来的子民出来，对锡安山要有人逃脱出来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言行，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所以关系亚述王，上主安尼讲，伊袂进入这个城，连一支箭嘛袂射入来。伊袂举盾牌挖郡城，嘛袂起土堆攻城。伊对倒一条路来，嘛会对迄条路转去。伊袂进入这个城。上主安尼讲，我为着我的缘故，嘛为着我的仆人代表的缘故，要保护解救这个城。迄暝，上主的天使去亚述军营，杀死185000个人。过早起，人起来，发现逐所在拢是新尸。亚述王先拿基立就撤营，转去尼尼微，住伫遐。有一日，伊伫尼斯洛的庙底拜伊的神明的时，伊的囝阿德米勒甲伊利色用刀甲伊杀死，然后逃走去阿拉拉的地。伊另外一个囝以撒哈顿继承伊做王。第20章，迄个时阵，希西家破面，病甲得要死。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来见伊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护士着交代好势，因为你会死，病袂好。希西家就活转身硬壁，对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带领我安怎忠诚尽心服侍你，做你看做好的事。希西家就大声提哭。以赛亚出去，还未到中庭，上主的话临到伊，讲：你活倒转，对我的子民的王希西家讲：上主，你的祖先代表的上帝安尼讲：我有听到你的祈祷，有看到你的目屎，看，我要甲你医好。第三日，你会上去上主的殿，我要互你的血寿加添15年，我要解救你甲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。我为着家己的缘故，嘛为着我的仆人代表的缘故，会保护这个城。以赛亚讲，就摕一块无花果药果来，因就摕来甲搭伫粒仔，王就好起来。以西家问以赛亚讲：上主要医好我，第三日我会上去上帝的殿，有甚物兆头？以赛亚讲：上主要实现伊所讲的代志，这就是上主予你的兆头。你要爱日几个日影进前10度，还是倒退10度？以西家因讲：日影进前10度较简单，我爱日影倒退10度。先知以赛亚求叫上主，伊就予阿哈斯所做日几的日影倒退10度。彼时，巴拉丹的囝巴比伦王米勒达巴拉丹听到希西家破病，就找使者提批甲利米去探访希西家。希西家顺使者要求，将伊的在宝库内面的金银、香料、过去的油，甲伊所有军器，以及府库内的一切，拢互因看。伊的王宫甲全国所有的物件，无一项无互因看。然后先知以赛亚来见以西家王，问伊讲：这人对你讲什么？因对倒位来见你？以西亚讲：因对一个真远的国家巴比伦来探我。以赛亚讲：因伫你的王宫有看到什么？以西家回答：因有看到我王宫内逐项物。
我所有财宝无一项无互因看。以赛亚甲以西结讲，着听上主的话，日子倒要到，王宫内一切你的祖先自接到今仔日的物件，拢要互人搬去巴比伦，无留甲半项。上主安尼宣告，搁你亲生的子孙，有诶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的王宫做太监。以西结心内想讲，我在生的时有太平安全就好，就对以赛亚讲，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。以西结其他的事迹甲成就，以及伊安怎屈敌开交，引罪入城，拢记载伫犹大历王书。以西结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伊的囝玛拿西续接伊做王。第21章，玛拿西坐位的时1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55年。伊的老母叫做亚西巴，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学遐个互上主伫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列国所做可恶的事。伊重建伊的老爸以西结所毁坏的山头坛，照以色列王亚哈的所做，为巴力起祭坛，做阿舍拉的雕像，搁敬拜服侍天顶的万象。伊伫上主的殿内，为着遐个神明起几来个坛。上主捌记即个圣殿讲，我的名应该伫耶路撒冷受敬奉。玛拿西伫上主的殿两个亭内面，为着天顶的万象起祭坛，伊烧伊的囝献做祭，卜卦、行法术、问牵蒙的，甲当机倒头，做真侪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激上主生气。玛拿西搁伫殿内采伊雕刻的阿舍拉的像。关系即间圣殿，上主捌对大卫甲伊的囝所罗门讲，即间圣殿甲耶路撒冷是我伫以色列支族中所拣选的，我的名就伫遮永远受敬奉。以色列人若听从我所有命令，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吩咐因一切的律法，我就无搁互因对我所赏赐因列祖的土地受牵煞。毋过因无听从，玛拿西带因做歹，比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所毁灭的列国搁较严重。上主托伊的仆人正先知讲，因为犹大王玛拿西做遮个可恶的事，比以前的阿摩利人的所做搁较歹，搁用伊的偶像互犹大人陷落罪。所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我要降在伫耶路撒冷甲犹大，互听到人拢惊一条。我要用让撒玛利亚的真线甲阿哈家的对钱牵伫耶路撒冷的顶面，我要亲像人伫切盘仔安尼切耶路撒冷，切了就甲伊砍挂。我要气杀我所剩的子民，将因交互对敌，诚做猎物，互对敌抢去。因为因对因的列祖出埃及迄日到今仔日，常常做我看做歹的事，叫我生气。玛拿西互犹大人犯罪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即个罪以外，伊阁留真侪无辜的人的血，互耶路撒冷四界拢是血。玛拿西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做，以及所犯的罪，拢记载伫犹大的王书。玛拿西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伊家己宫内的园，就是乌撒的园。伊的囝阿文续接伊做王。阿文坐位的时2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2年。伊的老母叫做米苏利密，是约提巴人哈罗斯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亲像伊的老爸玛拿西所做。伊行伊的老爸所行的路，服侍伊的老爸所服侍遐的偶像，去杀上主
伊诶祖先诶上帝无行上主诶道路，阿文诶人神陪伴伊伫王宫内面，甲伊杀死。毋过，国内诶人民将遐陪伴阿文王诶人杀死，设立伊诶囝约瑟亚煞接伊做王。阿文其他诶事迹拢记载伫犹太历王书，人甲伊安葬伫乌撒诶园内面，伊家己诶墓，伊诶囝约瑟亚煞接伊做王。咱今仔日圣经在伫列王记下卷第18章到第21章。